续马太福音书第14章13节到21节。圣经记载，你是用马太福音书第14章13节到21节。耶稣听见，就准对遐提起旷野，家己住。众人听见，就对遮个城步行缀伊。伊出去看见规大阵的人，就怜悯因。伊好因中间有病的，伊按步学生就问伊讲：这是旷野，高时已经过，就互众人四散，通去乡下买食。耶稣甲因讲：因毋免去，恁互因食。因甲伊讲：阮伫遮只有5个饼2尾鱼。伊讲：摕来互我。就吩咐众人坐伫草坡，就摕迄5个饼2尾鱼，仰天来祝谢，8饼互学生，学生互众人，拢食到饱，扣所剩的粟仔满12斤，食的人、妇人、囡仔以外，约着5000。今仔日小聪因牧师所要正道的题目是“甲主同工，甲主同工”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一生的主日，你的听搁一遍来呼召阮众儿女倒转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你。恳求上帝帮助，互阮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会当通过你的萝卜所透放的信息，互听的、讲的，拢平平得到利益。帮助阮今仔日的新任的长职上任，甲各团体小组长、首长的上入息，拢当得到你的感纳。恳求上帝通过今早起的敬拜，会当互阮将献款的者，将芳芳的者来献互你。恳求上帝你来欢喜来感纳阮的敬拜甲服侍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新年开始嘛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会是礼拜中间，咱特别要为着新任的这长职甲所有团契小组长、首长的上任。我特别要用甲主同工这个主题，甲咱大家来分享。我今日所选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书第14章的13节到21节，是5块饼2尾鱼，互5000人食饱的这个神迹。除了马太有记载。是马可福音书的第6章32节到44节，路加福音书的第9章的第10节到17节，以及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1节到14节，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。我相信圣神感动4福音书的作者，拢甲伊记得，将这神迹来甲伊记起来，一定有真丰富的属灵的意义。我想咱对5块饼2尾鱼这个故事，咱拢真熟。毋过是真熟的经文中间，有缘咱爱来认真来领受上帝对咱的教示。今仔是咱的教会新任的长职团契会长、小组长、圣歌队队长、儿童诗班队长，甲敬拜赞美团这首长受职上任感恩礼拜。我特别用5块饼2尾鱼新日，甲大家来思考，耶稣安怎来教示文族伊学生甲主同工来服侍上帝。我只有特别提出4项来甲咱三个分享。第一项要甲分享是讲，甲主同工毋通有时已经过即款的心理，甲主同工无应该有时已经过这个心理吼。有投影片吗？谁可以帮忙一下？好，也是讲，咱毋通有提示任何借口甲心态。入暗晡学生一群耶稣讲这是旷野，天已经暗，时已经过，来诚做理由，请耶稣叫众人四散，家己去买食。咱是毋是有这个生不逢时的事？有真济真伟大的事工，早的人已经做过，有时已经过这款的遗憾。当时也感受到
咱踮伫这快速变迁的时代，为了生存的竞争，人人拢活得真辛苦。如果咱将倒转到耶稣时代，亲目来看见，亲耳来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就有我尔好。总是耶稣回答伊学生拄啊相反，伊讲起时已经到，时已经到，天国近了，起来去做工。咱应该真欢喜，真很庆幸，家己活伫这21世纪医化的时代 ，AI 的时代，有全本圣经的启示，有真丰富的资源帮助咱来学习。所以咱千万唔通活伫这无奈当中，将家己的日记时间甲伊放弃。应该努力来装备家己，积极消除广传福音这款的方法甲热情，莫养群的机会。咱唔通找任何理由来躲避上帝的呼召。在200几年前，有一个宣教师叫做米林牧师，伊是伦敦传道会车派来华人地区的宣教师。伊踮进马六甲有7年，担任英华书院的院长。伊是为着华人甲马来西亚人的子弟做教导的工作。总是伊最主要贡献是甲马里逊宣教师合作翻译上载中文的圣经。一当时伦敦的传道会只有车派一位宣教师去中国。米林牧师伊嘛真仰望，伊当去中国做宣教，总是无机会。总是伊的心愿就是会当关于宣教的服侍。伊讲只要会当去宣教，那安尼什么代志拢会当做。无论是洗衫，无论是煮饭，还是讲做马里逊的萝卜服侍伊，互伊当专业来传道。伊讲什么拢会当做。我想今日咱所有兄弟姊妹，特别咱的长职咱所有同工，咱去服侍的时，唔通有这款时已经过这款的心理。咱应该亲像米林牧师，就是讲只要有机会，我什么拢愿意做；只是无机会，我嘛争取会当去做服侍的工作。第二方面，我要讲起，要安怎甲主同工，有愿意甲主同工的心理，要有愿意甲主同工这款的心志。耶稣回答伊的问题，伊学生讲，唔免生气，讲任何因食，一抗议，个已经暗。耶稣学生就叫讲，你赶快该互因四散，去乡下买食。总是耶稣讲。因唔免去，因任何因食。学生的心理感觉耶稣莫名其妙。学生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家己拢无食的，搁一抗议，就是讲有20两的牛仔去买饼也无够。耶稣讲任何因食，恁这命令其实是指所有的民族，因是指所有还未听见福音这个民众，总是咱常常用无气力嘴唇含慢，无啥物才华，无受过神学的训练等等做借口来真侪无侍奉主的理由。总是耶稣问讲：恁有偌济饼？你们有多少饼？学生回答讲：只有5块饼2尾鱼。对5000人来讲，好像是无搭无煞啦。5块饼2尾鱼，要互5000人讲，恁大概想象插喙齿芳都无够啦，敢毋是安尼？总是主无看见这个真美色，这细汉囡仔真美色奉献，并要以诚做了四福音书所记载神迹。主的命令是互你互我，
并毋是咱只有天分、有温顺的人。有啥人比这个囡仔较微细？有啥人开力比这个囡仔更较微细？侍奉上帝的致命伤是咱认为咱是无法度做到，认为咱家己是只有领1000个，害怕失败，真惊讲失败，真惊主是一个严格的人，真惊咱无法度来做真大的代志，所以咱毋敢去做。其实这是无应该的心态。上帝所看重咱的是咱是毋是有愿意的心志，正是上帝百般温顺好的关键。领1000个赚1000，领2000个赚2000，领5000个赚5000。咱毋是要甲人比较，是要献上咱家己本身来互主使用，来互主来使用。一个人都后书第8章第1节到12节，甲第1节第2节，保罗特别就称赞马其顿的教会。伊有一下讲起马其顿的教会，讲兄弟啊，我将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的恩甲你讲，就是因是患难中间受到极大的试炼的事，犹原有满足的欢喜；一极困苦的事，犹原伫遐显出因愿意来捐献这款的恩典。马其顿的教会踮伫迄边真宋香，却会当帮赞真当时拄着宋香的后生的教会，而且可能个教会其实因有即款的心愿，嘛要帮赞亚历山人教会，当因拄着困境的时要帮赞，因有即款心志已经有1年外啦，总是拢无行动来帮赞亚历山人的教会，所以保罗就劝勉哥林多的教会安尼讲，因为已经有即号的热心，就得到接纳，是照人所有的，毋是照人所无的。所以讲，马其顿的教会是因极颂扬是犹原在人帮赞亚历山的教会，何况咱哥林多的教会，那么应该伫遐有行动来帮赞来亚历山的教会。今日咱拢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，无论是牧师，无论是传道，无论是中职信徒，咱拢是听了主的道理，领受主耶稣的教示，学了伊的真理的学生，咱应该来领受，将福音传到万百姓这款的大的使命。只要咱有愿意服侍的心，就是讲咱所有的只有是5块饼2尾鱼，还是讲咱只有领1000个，主耶稣嘛愿意甘纳来使用咱。这是第2面我要甲咱讲起的，甲主同工要有意愿甲主同工。第3方面就是讲要安怎来甲主同工，就是讲爱伫主的事工顶面有份啦，每一个人拢爱伫主的事工顶面有份。甲主同工问题毋是介在你有偌济，就是爱你是毋是肯为主来献出你本身。就是咱有偌济才能资产，咱拢无奉献，犹原是枉然。咱希望只有少少的温数，总是咱献出来，迄个快乐是非常非常的大。咱毋免惊见笑我无啥物才能，无啥物才华，总是上帝看见是你的心啦。爱有甲主三甲侍奉这款的心理来帮助，就是讲咱只有5块饼2尾鱼，咱爱做的是服侍主的命令，摕来互我，同款的5块饼2尾鱼，伫啥人的手中，结果就真大的无受伤；伫家己的手中是真少，只有种咱食一顿饭而已啦。5块饼2尾鱼是通常是因挂出的是一般的平凡的家庭所带的一顿，那是咱的便当共款，所以伫咱的身上，那不算什么。
但是只要咱愿意将咱所有来提出来，主要所通通过咱一主的时间顶面有份所产生的溃烂，也是讲影响力，是无法度去想象的。因为性命影响性命，性命彼此相拄的时所产生的影响力，确实互咱无法度去想象的。一个囡仔所献上的五块饼两尾鱼，这是非常美食、疼心的好行在，却会当互5000人来得到饱。讲圣经记载讲，其中妇女、囡仔甲5000人，真侪，互人真供养即款的信者。第四方面，教主同工就是讲，要有愿意分享给别人，将你所有的分享给别人，真侪主的帮助，愿意分享给别人，成为主的帮手。亲爱的姊妹，主耶稣摕着5块饼，向天来祝谢。耶稣直接教示咱，食物、食物是上帝所赏赐的，咱所有咱所食的，拢是上帝所赏赐的。所以咱来常常向上帝来感恩。所以咱去食饭的时，咱有祈祷无？咱通常拢一定会祈祷，感谢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今日赏赐美味菜色互咱食。咱常常食饭的时，咱拢知用感恩来感谢上帝的赏赐。当耶稣祝谢了后，就擘饼，然后亲手分予学生，然后学生阁分予所有遮的群众。学生并毋是一个旁观者，当耶稣即要予遮的饼来分予遮的群众的时，耶稣的学生伊毋是旁观者，伊是亲自参与来分饼即分享的时间。擘开的饼是通过耶稣的学生分予众人，互众人来得到饱足。5块饼两尾鱼，毋是献予主的手中就煞。咱犹原爱甲主同工，接到主的饼，咱阁分予别人，因为安尼来互5000人来得到饱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对耶稣用5块饼两尾鱼，互5000人食饱，这个心志，咱共同来学习，要安怎甲主同工。嘛，搁一遍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基督徒。特别咱所有咱暂时教会兄弟姊妹，咱拢有每一个人应该尽的本分，毋但爱甲新上任的长职、各团契会长、小组长、圣乐队队长、儿童诗班，也是讲敬拜赞美的同工，咱等等，咱来甲因同工。咱嘛爱有所有的信徒共同来面对，就是传福音，互万百姓的大使命，遵守信徒该做事即款的教示。希望咱只有5块饼两尾鱼，咱犹原嘛是爱献出来，互主使用，并且亲自来参与分享属天的美味，即款的时间。同时，咱所有的信徒嘛爱线接不断来接受真有系统的装备，出去超济未信主的人。互因来领受上帝的救恩。另外，咱的教会会期待，会当紧紧来聘请到新任的牧师来服侍，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当得到更较好的牧养甲装备，并且甲牧师中职所有同工来配合，将福音广传至咱大淡水的地区，互教会当成做福音的平台，会当广召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向上帝。领受上帝的救恩，来荣光上帝的名。这时我有要将咱的听诗来改变咱要来做就任式。咱来吟圣诗444首，444首。当吟最后一节的时，请长老要上长老来代志。咱请献开圣诗444首。